新厝袂歹，也毋过拢会风险讲公共设施的比例伤悬。即马新的建案，公共设施的比例拢是3成起跳，有的甚至超过4成。实际上会当大的变数是减一大地。所以内政部长林佑昌就表示，要改变公共设施甲消防机电设备计算的标准，希望未来新的建案公共设施的比例会当降到25%至30%。建案外口一现一的防护网，工人当咧认真赶进度，这是北市北投区当咧起做的全新建案，有见2005年头一季的完工。只是台湾社区的公设比较袂到到30%起跳，亲像车道、楼骹的 KTV、健身房，嘛拢总算在公设内底。内政部推动的虚名改革草案已经定案，主要两大方向，头一项就是要解决停车位管公设的问题。草案好了，然后也展开跟地方政府还有包括业者的沟通，那大家的意见基本上也不多。你可以使用的空间都变大了，可以用比较少的价钱，当然是很乐意了。重点是在房价贵，而不是在公设比例高。以前建商在卖厝，真侪建商会甲车位坪数分割买卖。比如一个社区有80个车位，原本一个车位应该是伫12坪左右，合计有960平。也毋过建商买卖时阵是用一个车位来卖，若是车位敢若登记5平，80个车位敢若有400平，原本车位有560平，陆续用刷去公设，搁再买卖。地主买厝的民众方放2元皮。另外嘛要检讨消防机电设备无算入用这个部分。对一般低楼层的这个住宅区来讲啊，通常这一部分用在大部分除了用在消防之外呢，那15%通常还会有一些结余，通常就会被建商拿来作为社区里面的公共娱乐设施。这样的空间呢，以后如果只限于消防设备才可以免计，而没有15%的这种弹性应用的话，纯住宅其他的公设的比例确实可能会降低，变得何时免计容计的话，商业地拿来做住宅使用这一部分，它的公设比反而会再进一步的提升。林佑昌讲，若照内政部的修正案，有个公设比会当合理化，降到25%到30%之间。不过，搁要修正公寓大厦管理条例，这部分搁要等行政院政策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